iPad 2殺到15,000蚊，潮女愛百機。蘋果迷等到頸都長 ，iPad 2終於有水貨到港啦！分 WiFi 同 3G 版，最平16GB 都要7,980蚊，白色機仲要貴多1,500至到2,000蚊，最貴嘅白色64GB 3G 版叫價近15,000蚊添。不過水貨嘅數量都唔多，呢一間鋪得60部，只係得10部係白色咋，全部一早就俾人訂晒啦。佢一口氣就買走咗3部。早買早享受嘛，佢個 port 可以直接出電視咯，因為我哋寫軟件嘅，咁啊方便翻做 demo 咯。iPad 2唔夠1cm 嘅超薄機身，同第一代一樣係全高清畫面，但係多咗2個前後鏡頭，仲可以玩特效添，多咗班潮女追捧㗎。都有2-3成嘅女仔訂機嚇，之前第一代係冇，而家多數都係訂白色咯。佢可能出咗白色同埋薄咗啦，即係輕身咗女仔覺得，同埋佢第一代可能玩過覺得都 OK， 所以多咗女仔訂。想買行貨咁就要再等下啦，因為香港蘋果仲未有開售時間表，經網上訂購由美國付運，最快都要等多2個月先有貨到。